她这么好的姑娘，你为什么要出轨？她还想挽回你，你快去找她呀！她就是一随便的女人。不是，她是个好姑娘。好在哪里？身材好，你看着了。大德县长，能不能别瞎说？你不在的时候，天天醉酒。我告诉你，我天天出轨，我就没把她当回事。你也来了，梦瑶小姐。瑶瑶，你也来了。行，送你们俩一块上路。你说这事儿也不能怪我呀，是不是？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进过警察局，没想到为了你居然还进了一次。哎，是那个警察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我这个报案人都抓进去了。你说有人要杀人，结果人家警察一赶到，那大泽连个武器都没有。人家是做假枪玩具公司，那些武器全都是假的。你说报假案什么呀？你是不知道当时的天有多黑，当时那个情况有多吓人。那个镇长，哎，你问他们有多吓人？是我以为我要死了呢，啊，特别害怕。你以为自己要死了，还那么帮我说话啊？当然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傻子！你帮我把这个给郝光光。好，没问题，拜拜。哎，你给他写的什么呀？感谢信。好吧，孟小姐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叫孟瑶，对啊，孟小姐。所以以后呢，你不要叫我孟小姐，要叫我瑶瑶。